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4，诗篇119篇131到132节安尼讲：我喙大开，直直喘，靠无你的诫命。求你活过来看我，怜悯我，亲像你在对待敬爱你名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活过来看阮，怜悯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拯救阮的上帝，你是疼痛阮的天父。主啊，你予雨水对天降落，来润泽土地。你予五国发芽大长，予野种的有精致，予人有美名。主啊，我要用你举起阮的手，阮的心较无你，亲像抗旱的地，挺候雨水。主啊，阮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赐阮智慧。主啊，世上的一切拢会消无，世间的所有阮无所留恋。主啊，阮的喙大开，直直喘，较无你的诫命。求你活过来看阮，怜悯阮，亲像你在对待敬爱你名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听所有敬爱伊名的人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